头拄听到是气象署上新的说明，风台即马有咧变势，嘛有减弱，也毋过也是袂当大意。风台来，所以伫今仔日中昼进前，火车东部的部分，像哪到台东是拢停驶的。也若东部已经连续落大水雨，落不遮久啊，马太安溪的溪水又搁涨起来。伫道边花，因为无放花，所以溪水甲土沙是冲入去万影响的明利川。船长即马是批评空，拢是所存变倒海的，也若水利署长嘛有回失。大水呢，甚至伫早暗搁甲一卡货柜冲去。干什么？啊，龙龙的家了！龙龙的家，要去哪里了？这年大台货柜规个大水冲走，这是昨暗8点半，明利部落民众所翕到的画面。风台这边的雨正惊人，花莲马太安溪搁再一流赛。大水架到山丘，沿着大排灌入去万影响的明利村。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啊！明利部落的居民话讲有够喊过，自7暗开始，大水就一阵一阵下来，昨早起就车祸大水冲走，明天拢淹水。山猫直接开进房子里面，要把里面的淤泥铲除出来。趁着雨势跟水势的空档，要协助这边来赶快恢复原状。明利村长即日是所存变道造成的，自7月到9月同步过几路变，担心一流口会有危险，拢无来处理。这个破口从7月份到昨天预留，我多少次的通报会刊，那时候纪连城也特别交代，结果呢还是没有动作。水利署长到现场会勘，行礼会失礼，强调无做好是因的疏失，不过也澄清，甲所存变道无关系，是土沙积伤悬。疏浚的那个变道有关吗？没有关系，它虽然有打个变道，但它高度一样，是因为淤积造成的。淤积高度高起来以后，那一边就变得剩下3米到4米的位置。那这个也是确实我们的疏忽。这边自7就开始进行撤离，无造成伤亡，不过也有人质疑花莲县政府撤离上班。万隆乡明利村的势力在昨天早上就已经开始撤2里的部分。那因为昨天下午雨势较大，那水有溢流出来，在原本不在警戒区域里面的2里的范围，那我们也在下午5点，那紧急通知他们来做撤离。唔那是马太安溪北岸的明利村1楼的问题按处理，连接南北岸的马太安溪便道。因为水涨起来，上北的便道有一寡被冲害，路南的车道路面淹水。不过实际情形也是等水消退才当确定。在铁路方面，软过溪床下骹的光复河底磅空，因为磅空北平出口顶头淹水。从放林到水尾有进行停驶，在做好都流工程了后，下昼4点已经恢复正常。不过因为风台来，今仔日中昼进前，东部干线的对付列车像那到台东停驶，区间车放林到水尾停驶，其他路段是看风雨的情形，才个做调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